请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台湾的山林占国土面积的70%，一条保存良好、稳重文化内涵，而且维护生态环境的步道，更加会当互人体会到台湾自然的美丽。千里步道协会为2006年开始，已经铺出了120条手造的步道，关键人物就是步道师。像88岁台湾族的基佬李来模。 有看照、抱照的动物的绝技，也有一个从俄罗斯台湾登山第一头人的吴玉良，伊是结合着丰富的经验，甲布农族的工法，将做上届少年的英勇的步道师。咱就来熟悉这阵山中的无名英雄。 日头光照入去山内底，水绿的树林，好热天嘛感觉心旷神怡。过去连结砖头的山中步道，如今变成是爱爬山的人奔向山林的路线。走起来就很舒服。脚踏的步道顺着土地的关键，还可以当看到树根和规片的落叶。这是台北市的双溪沟古道，无大型的工程，手造的步道更加自然。 然后利用杠杆原理把它跳来，这样它就移动。采访的这天是台北市政府工务局台地处手造的步道，户外是做训练，为着推广青山的健行，平常时画图设计步道的专家，今嘛起来做工课，一增一少，打造更加自然的空间。 手作步道指导员的经验非常的重要，在现场就有3位步道师，包括1位实习步道师，他有4年的资历，还有2位资深步道师，他们做手作步道都已经超过10年。他就自己做步道，不错哦。把溪边的石头撬出来，分予学员。伊是资深的步道师李家迪，最爱大自然的。平常时是工程师，2007年参与第1场手造步道的活动，自此就投入守护步道的行列。你可以想象，以前不可能有那么多钱去买石头来铺这些东西嘛，所以一定是就地取材。所以总归回来，手作步道希望步道的环境是能够跟融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它突然间出现一个新的东西在土地上面。手造步道专靠人工，分工合作更加重要。步道处理现场真早从，到3工解决问题。 我们今天的做法就是会用溪里面的就地取材，经过一定的训练以后，那个就像猎人，他有办法看得出野兽的足迹。我们在步道上有办法看得出水的足迹，那个东西都可以如果预先排除掉。好，所以这个是步道是在前期选线跟步道线刊里面看出了这些东西。 其实步道，因为它是非常综合的能力，像我刚刚说登山的能力也好，急救的能力也好，野外求生的能力等等。那所以我们的培养不是说我们要培养一个专业技术的人，而是博学多闻，能够融会贯通、综合应用对人跟自然之间的系统的理解。2013年，千里步道协会推出跨科技、跨领域步道学的课程，培养专业技工。2年了后，发展出步道师认证的制度。2019年夜头期选出英武步道师。我们就是颁奖表扬他，让他的家人都上来一起参与领奖。那社区的传承就有可能，因为大家就会开始觉得说，哇，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好，那以后呢，我们就是在地方上如果要做步道的时候，就尽量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肯定匠师，再来就是把他们的技术记录下来，再来就是希望社区重视它，然后把它应用传承在他们的生活之中。石帮做建材是屏东排湾族和老凯族常常使用的工法。88岁排湾族的长老吕来苗自细汉就对时代学这物件。我要叫你们那个这样起来就不要，哎呀，读书啊，要这里工作了。多做白，这个是6岁多做。
ini kami na sa Europe, kini na makan pai. Aku na ko nga dala na ayata joy na naman to sa suero si Choya no yang akan sa atas yang ada dala na panood lahat. Ikan, saya na. Kan这个一定要挖。他说要看到先挖了，要做了说要先挖。这个不是这样呢。你看，这个不是要这样排列。阿蒙头已经入去部落，知影贴石头工法的族人愈来愈少，真有经验的愈来苗，这几年来用手艺人的精神，点点守护山拿古道保大的工艺。你看，没有这样，没有放在这个那个后面哦，会动，但是要用这个不会动了，愈来苗有一把好功夫，核选第一届的鹦鹉报道师。这个光彩，互伊下心愿，要互家己一生的功夫传承予少年一辈。我们老人家说，义山是我们布农族的最后一个便当，意思就是说把那个区块把它保护好。整理这个步道的用意是，要让那个使用者很好过，让人家走起来不会受伤。同款爱爬山58岁吴玉良已经完成顶世界7顶峰的大代志，是台湾第一位用无上诉、无协助登上8000公尺高的登山家。伊是一个真正有经验的爬山人，结合布农族的传统工法，吴玉良成为上少年的鹦鹉报道师。没有看他的文来，这个也是那个我们这一次的功项啊，就是变成我们在做手作步道的那个起死复坡的一个同样的原理，但是它的工法跟材料不一样。那这边工法呢，像这种东西起雾都是用大型机器。这地方每次台风的话、豪雨的话都会被冲刷嘛。那在这边工作，如果说像做那个石阶地比较麻烦，因为这边的石头都是越野。以甲架仔石来保护山坡地，修复路基放弃的步道，展现技术和自然环境密切的配合。吴玉良的手工技术，让咱知影手作的可贵。有一些外面的人叫我们说，我们这一群人是疯子。第三层对，疯子。除了疯子，才会做一些不是别人做的工作。但是，回忆起来，回想起来，做了一个步道，然后让大家走，然后很安全，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就感。它毕竟是有累积个50、60年的功力，所以你看每一个荣誉步道师，他只要稍微手动2、3下，你会觉得哇，那个东西好美，然后那个石头为什么在他手上会变得那么灵活起来？过去在台湾这种阶级的分化之下，大家对于动手做这件事情觉得是很低下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动手做的人是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的能力。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回过头来肯定这一些真正在土地上付出的人，他们的努力，这一生的努力要被看见。上报答的工法和手艺人的智慧，是步道师上珍贵的宝藏。修复古道，和一条一条手做步道，志工共同合作，相捏手，脚踏实地，共心打拼。自古以来，共同守护大地力量，为你我铺一条通往山拿珍贵的路。